发生伫台湾的诈骗案，有袂少是宗教诈骗。歹徒利用鬼神这种看袂到的力量，伫人较脆弱、需要心灵寄托的时阵，开被害人落难。有的是甲黄金，也则是现金来调包；有的是甲被害人洗脑、骗财骗色。啊，到当来，这个宗教诈骗，佫变成什么款的形式呢？来看咱的报道。 辛苦该做的代志吗？你有退服？我来股票，你敢退服吗？半暝上门，所有人的指控，不是被骗财，就是被骗失身。这恶质的人是什么人？就是这个互人包围掉的济公活佛的动机。自称会使替人消灾解的报名牌，即马煞无法度救家己，因为伊用神明名号世界伫共骗。我能力生小孩吗？不要生你自己生，生我子好吗？2只手就摸到那个信徒的胸部上面，就站一排，就叫他们脱衣服，脱到剩那个胸罩。当作讲，伊着宗教无形力量就会使共骗，最后伊原无法度避过法律的制裁，因为牵涉到诈欺、威胁等样罪，被收押禁见。 来，男的把钱拿出来。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。金仔甲现金拢藏伫面床底，这人男女千里迢迢为中国来到台湾，因为一个真好听的名叫做祈福党，点过做的代志拢是伫共骗的。你要赶快准备金银财宝，越多越好，不然女儿这3天就有血光之灾。 专案经病院附近出现的老大人下手，不是讲你恶运缠身，就是讲囡仔和贵族会有血光之灾。假鬼假怪，哈甲这老大人，什么美金、人民票、金仔，拢摕出来消灾解厄，结果摕出去的黄金拢变秘术。讲到吹甲全破的骗术，就是有人会相信。 美国出名的儿童节目《芝麻街》主角 Elmo 和桃园一个自称气功宗师的查甫人，变成会使解运保平安的新红仔，开价一只100万，同款有人买。明明是正日，佫叫做回想甲比丘尼，摕一个假佛祖的头毛，等入水内，佫会家己洗。其实这根本就是土豆钱，连佛家舍利子拢是假的。 依照刑事局统计，最近10年来宗教诈欺案件数量无明显的增加，嘛无减，拢维持每一年差不多20几件，财物的损失平均伫6、700万之间。无法度减少这款案件发生，主要原因是因为宗教诈骗的方式逐年拢在改变。 宗教诈骗呢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就是诈骗的人呢会告诉被骗的民众说，这件事情呢，因为涉及到比如神明啊，或是涉及到宗教，所以你呢不要告诉别人。不论是各种需要用到大笔的存款，或是大笔的现金啊，或者首饰的时候呢，还是要跟家人做一个商量。照着宗教力量、神明的旨意，骗财骗色案件会遮济。 因为当人拄到难关的时，心理上上脆弱时刻，正是诈骗分子下手的时机。特质就是神经质，容易受暗示，容易呢相信一些别人不容易相信的事情，而且容易情绪被带着跑。虔诚的信仰无形的神鬼之说，变成不肖分子利用的功夫。因为人心永远是上难掌握，对信仰的崇敬又搁真深难以动摇。 人讲夜头三笑有神明，冥冥中这一切骗术拢会现形。